第17屆國際基礎設施投資與建設高峰論壇暨展覽於6月10日至12日喺澳門威尼斯人金光會展舉行。本屆論壇以設施聯通、綠素賦能為主題，搭建國際基建領域前沿技術、創新產品與項目成果嘅高端展示平台。論壇共安排逾250場專題及配套活動，展覽面積達8000平方米。場內特裝展位佔比擴大至逾95%，展區匯聚國內外知名企業，集中呈現綠色建築、智能工程、數字基建、新能源技術等領域嘅最新成果。我們也是久聞國際基礎投資與建設高峰論壇的大名，所以我們也是慕名而來，第一次來澳門攜我們百年企業的產品來參加這個峰會。第二呢，全球的基礎建設是一個趨勢。所以我們也想借助這個平台，與我們很多的中國客戶，包括國際的客戶一起，更好的去建設國際的基礎設施。今次參加展覽啦，都係睇中咗呢一個國際基礎論壇，係有一個對國際交接嘅一個平台嘅機會啦，可以去接觸到一啲葡語系國家嘅企業啊，同埋海外嘅一啲專家。咁我哋自己其實喺巴西咧已經建立咗一個分部啦，有巴西嘅同事喺嗰邊嘅，亦都希望今次咧接觸到嘅客戶群體咧係可以帶翻俾我哋巴西嘅同事咧，直接去做一個落地嘅對接咁樣嘅。此外，論壇將首次組織包括西語國家等重要嘉賓，實地考察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強化澳門嘅精準聯繫人角色。